所以即摆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9月初1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4篇第99、15节，雅歌书第8章第5到第7节，马可福音第7章第9节到2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无洁净。常常听人讲着讲，这是参考的啦吼。意思呢是咧讲着讲，伊无将即个规范啦、律法规定啦当做一回事。会通讲是讲吼，内面讲的甲外口讲的吼，也是我做的拢无共款吼。正直上，咱会当讲着讲，像迄个反对党吼，咱嘛会当用安尼来形容啦，吼，就是讲反对吼是伊应该尽的工作啦，吼，领受福利吼是应该得的权利啦，吼。所以意思是讲，嘴讲甲实际行为差别真大，吼。面对武汉肺炎的即个防疫来讲，疫情失控的侪国家地区，基本上大多数嘛属伫即种的问题吼，实际上的行为差别，也是讲咱讲顶悬的规定下骹呢，无要甲你遵守，所产生的情况啦吼。咱就用美国一个医学真先进的国家来讲。联邦政府的规定，到伫各州的政府，甚至各县各市，就连即个警察局长吼，都会当出来唱即个呛声来讲我就无要遵守你的规定安尼吼。犹太教徒真爱甲即个文化传统当作比上帝搁较重要，也是讲咱应该讲，伊着规去安尼吼，违反上帝真正的旨意啦吼。经文来讲，恁实在是弃杀上帝的诫命，要守伊的流传。伊摩西捌讲，着尊敬你的老爸甲你的老母，又搁讲骂老爸骂老母的人，的确互伊死。若是恁讲，人着对伊的爸还是伊的母讲，你本会通对我得到利益，已经做国办就是讲礼米啦吼。以后恁就毋准伊用什么服侍伊的老爸还是伊的母，是将恁所传授的流传，无上帝的道理，搁恁所做的亲像一款。吼，咱会当对经文来看见，法利赛人、犹太人就是安尼。时常咱也讲着讲，咱将即个宗教行为的传统当作比信仰的表现搁较重要。咱要求所有的信徒爱军队因所制定的一种规范，并且认为安尼执行比敬拜上帝搁较重要。因坚持所有的人都爱照因的规定传统来行。因讲安尼才是圣洁，才是洁净的。相反来讲，若无照因的规定来做，因讲这是无洁净的。咱要来想看觅，伫咱的生活中间实际的地，有甚物代志嘛是像安尼？亲像早期咱会坚持讲袂通甲其他的族裔通婚啦吼。教会人也反对讲，教会的兄弟姊妹青年嫁娶为基督徒，这是传统这毋是真理吼。第二，咱检采认为讲，
这个结婚一定要有这个公证的仪式，吼，这非常重要。但是当然，咱感觉讲迄真隆重吼，但是咱反对少年人家己决定家己做这婚姻的代志。但是咱现代确实无法度无接受目前台湾婚姻制度的改变，咱讲登记制。这是文化传统吼，甲信仰嘛无直接的关系啦吼。第三，咱会讲，咱认为讲着爱着穿足四正的啦吼，足高尚的吼，才当到礼拜堂去做礼拜。如果这是自我的要求，这是无问题吼。但是咱若当只有安尼做，才是敬虔，才是圣洁的。牧师想要请咱来邀请咱来思想，就是讲，如果穿了真破烂真普通的人敬拜上帝，就袂使吗？再来一项就是讲，早期咱会当看见有一寡教会传统是查甫人甲妇人人爱坐无共边，袂当坐做伙，夫妇嘛袂当坐做伙。如果无安尼做，逐个感觉讲吼无敬虔啦，无礼貌啦，吼，无体统啦，吼。这不过是当初时的社会背景甲文化传统，但是甲圣洁、甲洁净、甲真理其实完全无关系。再来就是讲，会记得少年的时阵，教会长辈因嘛袂伫接纳这个义达伫礼拜堂做乐器来学乐上帝。因认为讲安尼吼，无够庄严啦，吼，无够圣洁啦，吼。但是呢，迄嘛甲真理无关系，嘛甲圣洁无关系。现在敬拜学乐所使用的乐器，可能是当初时遐的教会来的长辈，因无法度理解，甚至无法度接受的。当然，接受佫有真济吼，牧师邀请咱鼓励兄弟姊妹，咱家己来思想。来反省，有甚物代志，咱将这个文化传统，甲伊安尼掠做真重要，比敬拜上帝本身佫较重要。耶稣基督甲咱讲，恁着听我来晓我，见若对人的外面入去伫内面的卖话垃圾人，独独对人内面的出来遮的，就是垃圾的人。这个意思是讲，心内沾面才是人真正洁净的问题啦，也是讲垃圾无洁净的问题。心态上的无健康，耶稣基督佫进一步来说明，伊安尼讲，对人的内面出来就是才会染着垃圾的人，因为对内面就是对人的心，出遮的歹念头。私通、饕餮、豺狼、奸淫、贪心、邪恶、奸诈、好色、歹目、诽谤、骄傲，既然遮个歹拢是对内面出来，也垃圾人也是你垃圾的是，所以人的心内。束缚才是真正的无洁净，灵性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。毋茫咱会通对一个有主的圣洁思想的人吼，咱诚做即种的人，真心来顺服上帝旨意，并且专心专意来实践吼，安尼才是真正的洁净的人啦吼。